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价家对价飞，价狗对狗走”。一般拢会加一句“嫁去者歹家己斗”，意思是女性结婚后爱以夫为主。像中国西安有一个家境袂歹妇人人，嫁予台商，后来因为先生事业无顺利，对先生转来台湾，为了生活打拼学台语，人伫家己开一间面店啊，生意嘛真稳定。传统的女性被要求爱三从四德。在家将夫，计嫁将夫，夫死将子，这是三从。也就是讲，嫁翁了后，无论是先生做生意的、做农的，还是做工的，拢必须配合先生的生活。这个星座专家讲，夫冲妇随的星座组合，查甫的狮子座配天秤座，金牛座配处女座，天蝎座配巨蟹座，红某的个性会使相辅相成，幸福美满。今日讲的俗语是：嫁家对嫁飞，嫁狗对狗走。